最近在8点档戏剧常见的熟面孔，也是金曲歌王黄文兴，其实是选秀节目《超级偶像》首届亚军，但演艺路走得辛苦，刚出道时好几个月没收入，全靠老婆救济。跨足戏剧圈后，收入渐渐稳定，如今已成为影歌双栖的艺人。导演，看一下那个远的一下西装笔挺、化身有钱的纨绔子弟，黄文兴敢拍时代剧，一刻不松懈。艺人黄文兴，我台词方面还蛮不多的，比较内心戏为主。其实这也是一方面开心，一方面也是很困扰的。不同于过往本土剧有厚台词，却是全新挑战。黄文兴在电视剧中演出男主角，不过其实是选秀节目出生。艺人黄文兴，天地是咱的这个家，为我你牺牲这么多，在超级偶像第1届以独特的新生代台语唱腔受到瞩目。爱唱歌的黄文兴，却从来没有想做一个歌手。艺人黄文兴在乡下长大的原因吧，那其实从小妈妈灌输就是说，哎呀，唱歌干嘛？就是只要听到我在哼哼唱唱，他就会立马泼冷水。而当时的女友，现在的老婆，偷偷做了这个决定，才意外开启演艺人生。艺人黄文兴，隔天他老婆就突然跟我讲说，我有帮你报名。我说哈，我说你帮我报名，真的还假的？他说对啊。我心想也觉得好啦，反正当去那边是一个以后的，可以在 YouTube 看到的回忆。艺人黄文兴，你是我的眼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了4季的变换。你是我的眼，没想到节目收视好，超偶帮一炮而红。黄文兴最终夺下亚军，成功闯出知名度。艺人黄文兴，1万克拉的幸福，你冰冰的眼睛，亮过天上的满天星，贫穷也能过得甜蜜。原以为能就此平步青云，但选秀节目新人辈出，加上节目热度递减，刚出道时工作少之又少。艺人黄文兴，我还记得我那时候，我老婆在百货工作，其实我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入，都是靠她在救济。幸运的是，黄文兴因缘际会接演偶像剧《我的亿万面包》，和郑元畅、林依晨对戏，成功跨界戏剧。偶像剧《我的亿万面包》，你真的病得不轻做梦跟现实你都傻分不清楚。我做梦还梦见你欠我1000万，你信不信啊？来5000万拿来啊来！艺人黄文兴，虽然那时候歌还没红，可是就有接触到戏剧的部分，有让一些人看到我的曝光度跟表现。艺人黄文兴 vs 滕玉佳，3心2意，是我不应该绑他在软心内，只有时间给咱3心2意的爱找一个平静所在。2010年，黄文兴没有放弃歌唱，发行台语专辑《天地》，成功夺下第2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。颁奖人萧煌奇，黄文兴艺人黄文兴，其实我当下没有想说我会不会入围得奖，因为说真的，我唱的台语歌曲走的路线是比较新一点的路线，比如说天地的第1句话，头宗已经渐白，那正常的台语唱歌的唱法，它一定会有一个押一个韵的腔，头宗已经渐白，一定会这样吗？可是我唱的是头宗已经渐白。黄文兴用国语唱法诠释台语歌，或许因此杀出重围，击败洪荣宏、翁立友等前辈。
艺人黄文兴，因为你，是因为你啦，是因为你啦。只要你治这，我不怕外面风雨交加。黄文兴开始朝全方位艺人努力，2013年更登上大荧幕，首度挑大梁担纲男主角。电影《我不穷，我只是没钱》香蕉传奇，你们这种人高高在上，从来都不知道这些甘苦人的痛苦啊！在电影《我不穷，我只是没钱》香蕉传奇，饰演从底层努力翻身的挑夫，带领观众重返台湾奋起的打拼年代，接地气的演技，让黄文兴在长寿剧里都成为主角群。电视剧《阿爸的愿望》，等我回来买渔船给你。电视剧甘味人生，而且你们也一直拿东西给我吃，我怕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我真的会胖死。艺人黄文兴，不管是剧本给的一些角色也好，或者是导演所讲的就是以往你可能演过的角色，正常 sub 是这样演，但是导演觉得说大家认为是这样演，可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好玩的。电视剧《一家人》，父母过世众人扛，儿女过世歌心肠。比起作为歌手，黄文兴喜爱透过演戏感受他人的人生，而这一路走来，怎能少了他？艺人黄文兴 vs 老婆大乖，这个给我。细心帮忙别麦克风，不时在一旁叮咛着，叮咛那，他是黄文兴的经纪人，也是他的老婆大乖。艺人黄文兴那时候真的还蛮穷的，那可是他就没有很嫌弃我，就愿意跟我一起打拼，这样一直到现在，然后照顾我。即使相差11岁，却几乎不吵架。两人出道前在仓库打工时认识，一起走过低潮。2013年低调登记结婚，相隔2年还有了爱的结晶。黄文兴儿子小新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艺人黄文兴，我不是一个看到小孩就会很主动或者是很爱跟他们互动干嘛，但是我当年没有讨厌小孩，可是从我生了小孩之后，不管是我在拍戏，小童星都很可爱，你就会觉得说感觉跟自己的小孩子很像。心境上有了巨大转变，黄文兴熬过坎坷路，如今爱情事业两得意，成为影歌双栖的艺人，要继续在2个领域努力。艺人黄文兴牵手的幸福，用心假你疼惜，只要2人心相偎，相信你假我永远同心走同路。